無論近無論遠，用聲音將福音傳開。喺今日呢一刻，願人生再次被主光照。加拿大華播中心，與你同行，與主同心，傳揚真道，傳開盼望，直到萬民都聽見福音。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唔少人都鍾意睇電視劇啦，有唔少電視劇係用醫生嚟做題材嘅，譬如話人心印術啦，或者係日本嘅白色巨塔啦。咁啊，呢啲劇個劇情主線有啲係感情，有啲係政治鬥爭，有啲係反映社會嘅現狀等等。但無論點都好，嗰啲劇裏邊多少咧都會有啲喺急救室裏邊搶救嘅畫面嘅。嗱，每次你見到呢啲咁嘅畫面，你都會覺得好緊張。話個病人俾人哋擁晒入嚟，話成棚人擁晒上去，好忙咁樣去做各種各樣嘅功夫。啲醫生咧間唔中好大聲咁喺度嗌啦，我要呢樣，我要嗰樣。個護士又好大聲咁樣嚟去報告嗰啲各種嘅指數，而家血壓幾多啊，心跳幾多啊等等。然之後你就會見到話，止血鉗啊、類固醇啊、去甲腎上腺素啊、輸血袋啊，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嘅工具，呢啲嘅藥物用得嘅咧都盡量用。嗱，有時候到咗某個階段之後，大家就好似忽然間停晒手，企開少少離遠嗰個病人，然之後其中一位醫生就會攞住兩個好似燙斗咁嘅嘢咧，撳喺個病人心口嗰度，然之後個病人就成個彈起，跟住呢個步驟仲會重複好幾次。嗱，呢個時候就算我哋對醫學知識係再無知都好啦，你都知道呢個係用緊電擊嚟幫個病人恢復心跳。咁樣一輪操作落嚟，通常嘅結果淨係得成功或者係失敗兩種嘅啫。因為喺急救入邊用到 defibrillator 呢個基本上係最後嘅手段。個病人如果唔可以恢復翻正常嘅心跳，就必死無疑。嗱，我哋睇劇就知道呢一個只不過係一個過渡嘅橋段。搶救嘅畫面就算硬吸引人都好，都唔會係成個劇嘅最主要嘅部分。搶救完之後，嗰個病人係生定死，個家屬點樣嚟回應，之後嘅事點樣安排，先至係推進成個劇情嘅關鍵。但係調翻轉頭嚟講，喺現實當中，嗰啲被搶救生存落嚟嘅人，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對於搶救呢件事，一定係心有餘悸。好彩今次救得返咋，以後冇再揾啲咁嘅嘢嚟搞啦。嗱，我諗冇人會否認話去甲腎上腺素啊、緊急輸血啊，乃至嗰個 defibrillator 呢啲都係非常之有用嘅急救嘅工具。但係同時，我亦都相信冇人係願意經常嚟去接受呢啲工具嘅幫忙。嗱，如果你聽講話有個人過一排咧就要入急救室一次，即係我哋排除晒嗰啲咩意外事故啊、長期病患呢啲因素之外咧嚇，我諗你除咗去感嘆話哇真係醫學昌明之餘咧，可能你都會問下話究竟呢個人有咩問題嘅？係咪佢生活裏邊遇到啲咩困難呢？係咪佢飲食習慣、作息習慣唔好呢？定係佢壓力太大、精神狀況太差呢？因為大家都知道，你等到你要俾人哋急救、要被搶救嘅時候咧，等同係話你已經生命垂危㗎喇。今次救得返，難保下次仲可以保住條命。我哋肉身嘅生命都尚且係咁，屬靈嘅生命其實亦都類似。有時候我哋見到上帝用一啲非常嘅手段介入我哋嘅生命，甚至係介入咗我哋人類嘅歷史。雖然結果好似係睇到有一個唔錯嘅結局。上帝嘅旨意亦都確實係成就咗，但係我哋似乎就好少去思考話，究竟呢一啲非常手段本身係意味住啲乜嘢？冇錯，我哋相信上帝有無比嘅智慧，有無比嘅恩典同埋慈愛，可以用各種唔完美，甚至可以話係啲好拗教嘅人事物嚟使佢自己嘅旨意成就。但係呢一個對佢嘅子民嚟講，喺度傳達緊一個點樣嘅信息呢？亦即係話，當上帝開始唔照牌理出牌，佢開始使用一啲特殊手段嘅時候，我哋除咗稱頌之外，係咪要諗下呢個究竟係警訊啦，定係恩典呢？我哋今日經文裏邊嘅呢一位主角以弗，係喺士師記裏邊記載嘅第二位士師。咁佢出場嘅時候，同士師記大致嘅記敘模式咧係好類似嘅。
佢亦都係一個民眾又犯罪，上帝又懲罰，跟住民眾又呼求咁樣一個反覆循環又反覆咁樣嘅境況裏邊出現嘅一位拯救者。嗱，拯救者呢個單詞喺希伯來文裏邊讀法係 Yeshua， 亦真係好似約書亞咁樣嘅發音，所以呢度嘅用詞都好簡單直接噶啦。佢就係又係一位約書亞式嘅拯救者。嗱，比起佢嘅前輩俄陀聶嚟講嘅話呢，佢嘅戲份就多好多啊。俄陀聶喺成本聖經裏邊記載佢嘅最多都係3、4節經文咁上下嘅啫。但係以弗第3章前一半都喺度講緊佢。嗱，若果你話俄陀聶算係規規矩矩啦，好正常啦，正常到冇乜好講嘅咁樣嘅領袖嚟講嘅話呢，咁以弗嘅興起好似就展現咗以色列民族嘅領導者逐漸開始變到好多樣化咁樣嘅趨勢。嗱，關於以弗嘅第一句描述就係講到話佢係左手便利嘅。嗱，呢一個描述對我哋而家嘅人嚟講好似冇乜特別喎，左右啫嘛。有時候我哋仲會話中意用左手嘅醒目仔醒目女嚟噶，比較聰明啊。但係如果你睇希伯來原文嘅話呢，你會更加清楚。原文嘅意思唔係話佢左手便利，而係話佢右手係受到限制。直接翻譯成英文嘅話呢，就係話佢嘅右手係被 shut down， 被關閉咗。所以照咁睇嚟，以弗唔單止係個左右咁簡單，佢好可能係個殘障人士嚟嘅。咁加之喺當時以色列嘅文化裏邊，嗱，你用左手咧，雖然唔至於話你卑微或者係卑賤，但係一般嚟講，右手先至係以色列人認為係力量同埋尊榮嘅象徵。出埃及記嘅第15章第6節話，耶和華右手施展能力。詩篇63篇都話，神的右手扶持我。所以可見以色列人係重視右手比較多啲嘅。因此你可以想象喺以弗成為咗以色列嘅拯救者之前，喺佢嘅成長歷程當中，或者都經常受到一啲嘅歧視或者係嘲笑，甚至乎你可以咁諗啦，以色列人當時請佢送禮俾摩押王伊基倫嘅時候呢，都未必真係諗住佢會去做啲咩驚天動地嘅事，甚至唔會想象到佢要去暗殺人哋嘅。可能只不過係覺得話，我請個殘障嘅使者去，咁對方可以放心啲，唔至於懷疑我哋會造反，我哋會反抗佢，諸如此類。而結果就係以弗喺呢一個不利亦都不被期待嘅情況之下，佢自己都係做好晒準備，打咗一個雙刃劍，綁咗喺個右臂嗰度，好明顯就係為咗達到一個出其不意嘅效果。當佢見到伊基倫嘅時候呢，佢都係盡顯恭敬咁樣話，我有密事要奏告，啟奏聖上。然之後叫對方，你行埋啲，行埋啲，行埋啲，我偷偷地話你知。等對方放下戒心嘅時候，就忽然間出手，一劍刺死咗伊基倫。之後佢仲揸緊時機，好快咁樣逃走咗，然之後再招聚民眾去擊敗嗰個已經失去咗領袖嘅摩押軍隊。咁佢就使以色列國中太平咗80年。嗱，喺呢度我哋都要特別提一提咧，就係因為士師記就唔係嗰種咁精確嘅編年史，所以呢度講80年嘅意思唔一定係話全部都關以弗事，可能仲包括咗後面嘅珊迦或者係其他啲冇寫到名嘅士師。但無論點都好，以弗從開始嗰陣只係一個冇俾人重視嘅殘障人士，變咗做可以拯救全國嘅民族英雄，呢件事係毋庸置疑嘅。我哋通常睇呢一段經文呢，都會將佢睇成係一個勵志嘅故事。嗱，以弗你見到啦，佢身體有缺陷，又可能俾身邊嘅人睇唔起，但係佢冇睇唔起自己喎，反而係好識得利用機會，做好晒準備，再發揮佢嘅聰明才智，好巧妙咁消滅咗敵人。嗱，若果從屬靈嘅角度嚟睇呢，都好勵志噶。我哋可以從上帝嘅恩典同埋智慧出發嚟鼓勵弟兄姊妹。嗱，你睇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上帝手中合用嘅兵器，成為神所使用嘅器皿。嗱，只要你有預備為主服侍嘅心，無論你嘅性別、年齡，亦都無論你嘅身體係咪健康，都可以喺神嘅計劃裏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嗱，同時亦都提醒我哋噶，人其實冇咩可以自誇嘅。嗱，你諗下當時喺以色列裏邊有幾多身體強壯、有幾多才華橫溢嘅以色列人？但係最終上帝只係興起呢一個淨係得左手便利嘅以弗作為拯救者。嗱，呢啲理解當然都好有道理。但係若果我哋淨係停留喺呢一個莫希少年窮，
終須有日龍穿鳳，點會日日褲穿窿？呢個咁低嘅層次嘅話呢，恐怕我哋就忽略咗呢一段經文裏邊有一個更深刻嘅含義。嗱，我哋講翻士師記，士師記固然係由一個個士師，佢哋或者好英雄，或者冇咁英雄嘅故事嚟組成。但係我哋不妨諗深一層，當作者寫呢一卷書嘅時候，佢嘅主要嘅意圖係咩呢？係咪淨係為咗記載一啲當年嘅英雄事蹟呢？定係要提醒以色列嘅後人話，佢哋當時身處喺呢一個士師時代嘅祖先喺屬靈光景上面係幾咁反覆，幾咁冇秩序，從而嚟凸顯上帝嘅公義同埋慈愛呢？嗱，或者兩者都有。但係總括嚟講，呢一卷書有個更加重要嘅功能，就係透過歷史嚟去教化後人，亦都教化包括我哋在內嘅呢啲後人，使以色列人同埋我哋而家讀聖經嘅人都見到上帝曾經為呢一個民族成就有幾大嘅大事，同時亦都幫助我哋從前人嘅失敗當中引以為鑑，更加因此而明白上帝做事嘅原則同埋方式。因此當我哋見到作者係咁刻意咁強調以弗嘅特殊性，又使呢一個拯救嘅工作係用呢一啲好似有啲灰色地帶，甚至可以話有少少陰濕陰險嘅方法嚟完成嘅時候，或者我哋應該問多一句就係呢一個係咪真係上帝唯一嘅方法呢？難道我哋全能嘅上帝只係可以透過暗殺呢啲咁樣陰濕嘅手段嚟去解決敵人咩？佢一定要等佢嘅約書亞，佢嘅呢位拯救者用呢種咁樣嘅姿態嚟出現咩？點解上帝唔可以使以色列人堂堂正正喺戰場上面打敗呢啲摩押嘅軍隊呢？嗱，我哋問呢啲嘢呢，就唔係為咗要質疑上帝，而係提醒我哋自己，提醒我哋問多啲。當我哋發現上帝所用嘅拯救方式，同埋佢所使用嘅呢位拯救者，都顯得好唔尋常嘅時候，背後係咪有更加多、更加深層次嘅屬靈啟示呢？我哋睇翻士師記嘅脈絡。從俄陀聶到以弗，好明顯係透露咗一種屬靈環境逐漸轉變嘅情況。喺俄陀聶做士師嘅40年裏邊，以色列人雖然未必話個個都咁虔誠，但係表面上我哋見到至少佢都係跟從耶和華，亦都冇惹出啲太大嘅風波。嗱，就算有聖經學者係認為話士師記最後嗰18到21章呢，嗰啲咩亂咁僱傭祭司啊，又內戰啊，又要搶人哋嘅民族嘅女仔嚟俾自己嘅便雅憫支派嚟去做老婆啊，諸如此類呢啲嘢，嗰啲混亂嘅狀況好可能係發生喺俄陀聶嘅任期之後冇幾耐，甚至係俄陀聶嘅任期中間。個證據係好明顯嘅，因為當時摩西個孫呢仲活着，所以時間應該離摩西嘅時代唔係太遠。嗱，咁又講明咗兩件事喎。首先，雖然嗰啲混亂嘅狀況好似好惡劣，但係畢竟都係屬於內部矛盾，未至於發展到要興起士師嚟去拯救全國嘅程度。其次就係我哋會見到以色列人嘅靈性敗壞係一個好快，而且係可以喺一個好太平嘅狀況之中持續發生嘅過程。我哋有時候會好容易誤會咗士師記裏邊嗰啲記載啊！我哋成日以為士師記每次講到話國中太平幾多年呢，就係全國人民全部都恢復晒虔誠，個個都敬畏神。但係個經文其實冇咁樂觀嘅，喺個太平榮景之下，其實仲有唔少以色列民眾係依舊靈性敗壞，佢哋仍然係道德混亂。而當呢啲內部嘅敗壞累積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好自然就會引爆嗰個屬靈上嘅炸彈，惹嚟上帝嘅管教。透過當時仍然喺迦南嘅呢啲咁嘅外邦民族嚟去欺壓以色列，使佢哋喺痛苦裏邊重新意識到自己嘅光景，迫使佢哋回轉歸向神。嗱，其實呢種咁嘅狀況唔單止係士師時代，喺約書亞嘅時代都已經埋下咗伏筆噶啦。嗱，我哋今日基督徒都好中意用嗰句經文噶，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我哋都認為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堅定嘅信仰宣告。嗱，冇錯，確實係咁嘅。但係另一方面，你有冇諗過，約書亞當時講呢句說話嘅時候，多多少少係有啲灰心喪志。原因好簡單，當佢講完呢句說話之後，嗰啲以色列嘅民眾亦都口頭表示話：哦，我哋願意侍奉耶和華。然之後，約書亞就對佢哋講：
你們現在要除掉你們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向耶和華。咩意思啊？即係話約書亞已經帶住呢一班人打入咗迦南，打咗10幾年、幾十年，佢哋亦都受過各種各樣嘅教訓，佢哋都知道唔敬畏耶和華就會輸咗一場戰爭，就會被外邦嚟欺壓。但係仍然到咗呢一個大勢初定嘅時候，呢班人中間居然仲有外邦神。嗱，無論呢度所講嘅外邦神指嘅係佢哋藏有私心，唔想完全除盡呢啲外邦嘅民族同埋神明，定係話佢哋私底下仲有啲拜偶像嘅行為，都講明咗當時有相當一部分嘅以色列人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專一同埋咁愛神。到咗俄陀聶嘅時候，喺佢治理之下嘅太平，其實冇獲得呢班以色列民眾嘅珍惜，所以神就使佢哋經歷摩押人18年嘅欺壓。然之後再由以弗用一個好蠱惑狡詐嘅手段嚟達到拯救嘅後果。所以因此，當我哋見到以弗咁機智、咁神勇、大展身手，顯示緊上帝運用緊非凡之人，做緊一啲非凡嘅拯救嘅時候，我哋除咗拍掌稱頌神之外，你要認清一個現實，就係話若果呢班百姓唔係敗壞到足以影響晒成個民族嘅屬靈生命，咁就唔會有外邦嘅逼迫。而呢一班以色列人唔係一夜之間忽然間變壞，又或者係原本好好，漸漸咁變壞，而係佢哋本來就好壞。即使太平，都經常喺度踩界，隨時會引爆屬靈上嘅炸彈。所以固然以弗嘅拯救係上帝嘅恩典，但係呢種恩典嘅本身亦都係一種診斷，意味住當時嘅局勢已經係嚴重到一個唔可以再用常規嚟處理嘅程度。換句說話嚟講，就係普通打針食藥已經發揮唔到應有嘅作用。上帝而家就決定要將以色列呢個民族拱入急救室，而以弗就係上帝所使用嘅去甲腎上腺素，佢嘅急救血袋，又或者係 defibrillator。咁個問題就嚟啦，急救嘅工具硬有用都好，冇人會鍾意將佢哋供奉起嚟，當成係一個最高嘅醫學典範。以弗的確係上帝手中合用嘅工具，俾上帝用嚟成就大事，咁就唔代表話以弗所做嘅一切事情都係值得稱讚噶。因為士師記本來都冇將佢塑造成一個道德上完美嘅人，更加冇鼓勵話叫人人都去模仿佢。嗱，呢個留意下，我哋唔係話要挑剔上帝嘅僕人，你唔會話呢個明明就係上帝實施嘅計劃啦，你仲要批評佢，唔係咁嘅意思。以弗呢一個人出現，同埋以弗用暗殺嘅行動，的確都係上帝嘅非常手段。我哋可以將佢理解為嗰種倫理學上面嘅必要之惡，即係為咗你要達到最大嘅善，所以必須要行最少的惡啊，嗰種咁所謂嘅必要之惡。所以我哋唔需要用咩和平年代嗰種道德標準嚟去譴責佢，我哋冇人會譴責以弗呢件事。但係當我哋見到嗰個行動之後，有上帝明定嘅好結果出現，我哋可以感謝神，我哋可以稱讚以弗，但係冇必要將以弗所有嘅行為都浪漫化，亦都冇必要否認話必要之惡本質上其實都係惡呢一個現實。嗱，呢種態度其實好適合放翻到我哋而家嘅呢一個時代。人類面對嘅問題，我可以話幾千年嚟都冇乜點變過。我哋當今嘅世代唔見得純潔得過士師記嗰個時代有幾多。而家我哋一樣要面對教會內外嘅張力同埋挑戰。可以話某種程度上，我哋都算係處於一個需要俾上帝推入急救室裏邊急救嘅時代當中，亦都因此我哋好容易喺呢一個世代裏邊見到一個又一個嘅以弗。而家我哋經常都會見到一啲好出名嘅傳道人，一啲社會上嘅意見領袖，一啲紅人，一啲明星，抑或係一啲嘅政治人物。當佢哋運用自己嘅影響力嚟宣揚一啲符合基督教信仰嘅價值嘅時候，就好容易惹嚟大批基督徒嘅支持，甚至係追捧。嗱，傳道人我哋先冇講啦，因為我哋都預設傳道人做嘢咧係為神嘅緣故。但係意見領袖、明星、政治人物，點解忽然間企埋喺我哋呢一邊呢？佢哋嘅動機係咩呢？佢哋嘅代價又係咩呢？佢哋嘅目標係咩呢？嗱，其實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問多幾句嘅。當然呢啲人某種程度上，有時候的確係達成咗上帝嘅旨意，比如話澄清咗一啲民眾對信仰嘅誤解啦，
譬如話阻止咗某一啲好明顯係違背信仰原則嘅一啲嘅法案啊，或者一啲嘅條例嘅推行啦，而可能係扭轉咗呢啲社會上對基督信仰嘅刻板負面觀感啦，甚至有時候我哋感覺到佢哋係好犀利咁樣嚟打擊咗嗰啲基督徒嘅敵人啦。嗱，若果真係有啲咁樣嘅果效嘅話呢，我哋係可以感謝神嘅，冇問題，因為神確實都喺佢嘅子民之外係可以動工，但係問題都淨喺呢度。如果我哋因為見到好似上帝喺度用緊佢，就順便將呢啲人捧成一個聖人咁嘅樣，幫佢哋做全套嘅道德漂白嘅話呢，咁就唔係好對路啦。嗱，我哋再講白啲。一個人俾上帝使用，就唔代表話呢一個人從此就自帶住一個免死金牌。我哋有時候對一啲基督教嘅名人、對政治人物、對明星有一啲好奇怪嘅邏輯，就係平日我哋都知道我哋要教仔教女，教我哋啲會眾要做人要誠實，我哋要追求聖潔，我哋要敬虔度日。但係一旦講到係我哋自己欣賞嘅人翻車撞板，或者所謂叫做人設崩壞，咁啊，忽然間我哋變得好有彈性喎，變得好成熟喎，話佢係軟弱啫嘛，人誰無過啊？有果效咪好咯，冇咁多論斷啦。如果佢哋再翻多幾次嘅話呢，我哋都可以將呢個講法係升級到話，上帝嘅受膏者邊度輪得到你同我嚟說三道四啊？好似我哋指出呢啲人嘅錯就係反對神咁樣。為呢種做法其實好慳皮慳力嘅，你唔使去處理嗰個事實係乜。亦都唔需要面對住你對呢個人有幾咁失望、幾咁錯愕、幾咁心痛，你直接將佢抬高到一個屬靈層面就搞掂。我哋講得再現代少少，呢個好似係我哋將基督信仰當成係一個品牌嚟去經營。只要有呢一個人，佢可以幫助基督教呢一個品牌帶嚟一啲嘅流量，帶嚟一啲好嘅後果，帶嚟多少少嘅銷售額，咁樣就算呢個人嘅私生活再差，佢嘅言行舉止有幾多唔啱嘅地方都好啦，我哋都先幫佢辯護咗先，費事影響大局。但係士師記可以話係完全顛覆晒呢一種咁樣嘅所謂嘅方便。呢一卷書從來都冇將上帝使用嘅人包裝成為一個完美嘅領袖。我哋喺第3章裏邊見到以弗，佢係有當時受人歧視嘅一啲身體上面嘅障礙，佢使用嘅手段其實都唔算好乾淨。不過比起之後嘅好多人嚟講，佢算係好正常噶啦。下一章第4、第5章裏邊有一個叫做巴拉嘅，佢都出嚟唔係做士師，但係做士師嘅助手。佢係一個我哋可以稱之為係冇乜擔帶嘅男人，要底波拉拱佢，佢先肯向前行。再有後面嘅參孫更加唔使講啦，佢所有嘅個性啊，佢嘅人品啊，一大堆問題。正常狀況之下，呢啲人可能都唔係我哋理想當中嘅領袖，至少唔係我哋今日會好放心將佢哋視為道德上嘅榜樣嚟去效法佢哋嘅人。但係上帝仍然係使用佢哋嚟拯救以色列，而呢一個正係要我哋呢啲讀者睇清楚，上帝嘅拯救可以完成，唔係因為呢啲人好把炮，而係上帝好把炮。上帝嘅主權可以大到將呢啲唔理想嘅人當咗做係急救嘅工具，而因此都容我再一次強調，作為神嘅子民，我哋必須要明白嘅就係，當我哋見到上帝嘅拯救要靠咁嘅人同埋咁嘅手段完成嘅時候，下一步唔係應該要為呢啲人鼓掌，將佢哋捧得好高，俾免死金牌佢哋，為佢哋所有嘅事辯護，而係要認知到一樣嘢，而家呢一個局勢已經衰到冇得再衰啦。但係好可悲嘅係，現實中我哋見到好多人將呢一啲以弗、巴拉、參孫拱上神壇，將佢哋視為教會嘅救命稻草。如果個結果係好嘅，咁呢啲人嘅作風、呢啲人嘅私欲，甚至呢啲人好明顯嘅敗壞，都會變成一個輕輕帶過嘅，可以理解、無需苛責嘅各種各樣嘅小缺點。久而久之，你就會發現，我哋好似冇喺度感謝緊上帝拯救嘅大能，而係我哋不斷咁樣為人嘅問題去揾一啲屬靈嘅理由，為呢啲世上嘅事情嘅方便，幫人哋抬轎，幫人哋護航。甚至仲會指責嗰啲指出問題嘅人，話你哋太挑剔。所以翻到一開頭，我哋講嗰個急救嘅比喻，急救嘅動作、急救嘅工具，佢哋當然係好嘅，可以保命，但係冇人經常想要俾人急救噶。你亦都唔應該習慣俾人急救啊！冇人會無情百事中意俾人嚟緊急輸血、打類固醇，又或者係俾個 AED、俾個 defibrillator 電幾下，先至可以正常咁樣嚟生活。
急救保命係上帝嘅恩典，但係急救呢一個過程，其實喺度提醒緊我哋要注意保重身體啊！士師記嘅信息除咗話上帝好勁、上帝好犀利，乜人都可以用之外，仲驅使我哋去諗下點解上帝要用呢一種人，同埋點解上帝要做到呢一步啊？個意思即係話，除咗感恩之外，其實我哋要回頭去揾下病因，唔難噶，其實只係唔好聽咁解嘅啫，或者有時候我哋唔係好想承認。首先我哋要諗嘅就係話，喺教會層面，我哋要自己檢視下，我哋有冇越嚟越依賴一啲急救式嘅操作呢？譬如話我哋要製造焦慮嚟鼓勵弟兄姊妹奉獻呢？係咪我哋要用恐嚇嚟去維持弟兄姊妹嘅敬虔呢？抑或係要用一啲好豐富嘅娛樂，用一啲好引人注目嘅政治嘅言論嚟去吸引群眾呢？嗱，唔係話教會唔可以鼓勵奉獻啊，唔可以提警告，唔可以碰娛樂，唔可以碰政治，唔係咁嘅意思。而係我哋要搞清楚，我哋咁樣嘅做法真正嘅目的同埋出發點係乜？有啲嘅嘢做咗係有效嘅，但係有效係咪等同健康呢？退一步諗，若果我哋唔靠呢啲好強嘅手段，個教會就冇辦法存活落去嘅話，咁你要諗下啦，我哋喺度牧養緊弟兄姊妹啊，定喺度吊命呢？個人嘅層面都係咁，唔少基督徒嘅信仰節奏都好似係喺個急救室門口嗰度行嚟行去咁嘅樣嘅，出咗事先至嚟禱告，等到要自己好焦慮啦，先至嚟讀經揾答案。犯咗大錯先至嚟到神面前嚟悔改，呢個咪就係平日從嚟都唔保養身體，等到好似發覺自己就嚟唔掂啦，先至打電話 call 白車，叫人送自己入去急救。冇錯，上帝當然係信實嘅，而且上帝係充滿住憐憫同埋慈愛，佢會伸手拯救我哋，呢樣嘢絕對冇問題。但係喺急救裏邊不斷咁樣被消耗嘅係人自己嘅屬靈生命。我哋自己會將自己榨乾，玩死自己。所以當我哋察覺緊上帝喺度用緊一啲唔尋常嘅方法嚟介入社會、介入教會，甚至介入我哋生命嘅時候，好似喺度將我哋拱緊入去個急救室嗰陣，我哋應該要做嘅事，除咗感恩同埋稱頌神之外，仲要問點解？我哋要揾嗰個病根，然後要調整自己生命嘅節奏。意思即係話，我哋需要喺每日與神親近去靈修，我哋每一次聽道，我哋每一次查經，甚至我哋面對緊生活裏邊嘅各種大細事務嘅時候，都問自己3個好實際嘅問題：我係咪每次要遇到困難、遇到危險嗰陣時，先至會翻轉頭呢？係咪我哋經常將上帝嘅拯救當咗做係理所當然呢？係咪我哋忽略咗長期嘅屬靈健康？平日只係得過且過呢？親愛弟兄姊妹，我哋要知道上帝嘅主權係冇變過嘅，上帝嘅慈愛亦都冇改變到，佢從來唔會放棄人。正如當年佢可以用非常人物喺個混亂當中用啲非常手段嚟拯救以色列，今日佢都同樣願意用恩典嚟介入，將我哋救翻嚟。但係同時，我哋自己一定要知道，非常手段從來都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態。俾神用嚟急救嘅人事物，冇錯，可以成為我哋生命當中恩典嘅記號，但係佢唔應該成為我哋屬靈生命嘅常態。若果我哋習慣咗被急救嘅話，就等於承認我哋自己會一直病落去。而當我哋真係可以經常用呢啲問題嚟自我反省嘅話呢，其實我哋可能就可以稍為遠離下嗰個急救室，過返一個正常人嘅屬靈生活。我哋一齊嚟禱告。親愛父神，我哋感謝你喺我哋失控嘅時候，你冇放棄過我哋，你仍然係拯救我哋。我哋有時候確實會將危機當咗做日常嘅動作，將你嘅急救當咗做一種嘅常態。我哋有時候仲以為呢一個係信心嘅表現，但係其實呢個係你嘅提醒，甚至係警告。所以父神，求你賜下智慧，等我哋睇清楚我哋生命嘅狀況，睇清楚我哋教會嘅光景，亦都求你俾我哋有隨時願意回轉嘅心，冇等到就嚟崩潰嗰陣時，先至嚟識得親近你，幫助我哋每日調整生命嘅節奏嚟跟從你。願你嘅恩典唔只係喺急救室裏邊發揮功效，更加係將我哋帶返到一個健康嘅敬虔同埋信服裏邊。求主幫助。
我哋嘅禱告係奉主名求，阿門。